各位贵宾，恁今仔真正是我的贵宾，因为我首先要代表邀请恁的每一个人，因为有真侪我无熟悉，但是通过邀请恁来的人，因的心内感觉恁是伊生活中咱真特别的朋友，也是亲人，因才有代替教会甲恁邀请。往年阮的教会大概有30年，拢用足老这个跳舞啊是唱歌。一个上主的这个活动，但今仔日我要用一个戏剧来代表我的心声，用一个戏剧来代表。我无要讲这个戏剧的过程，伊是一个足简单的剧，但是这个戏剧本身是代表每一个邀请恁来参加的人，阮的心，阮渴望将阮人生中间上重要的幸福，会当甲咱做分享。我用安尼代表邀请恁来的人，甲恁说多谢，嘛代表教会甲咱讲欢迎。希望咱伫今仔日后，咱会当做伙有一个真快乐的暗暝，欢迎咱大家。欢迎各位来参加阮的等待圣诞节。这出戏其实讲足简单的吼，足简单的八首歌。阮其实用足短的时间，无到2个月来排演、来准备。只有一个心愿，要来甲大家分享。今年我甲教会的兄弟姊妹讲，咱今年要做一个冒险，信用吼是一个冒险，因为我毋知影头前要发生什么代志。咱大家拢来做演员，然后咱邀请人来看咱的演出。到底啥人要来看咱的演出，我拢毋知影。但是今日恁来啊，恁来就是予阮上好的鼓励。咱这演员，甲咱的贵宾。谢谢大家。详时我嘛要请咱各位贵宾，甲咱辛苦排演的演员，阮内底总共动用63个人，总共动用63个人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借着道具啦，借着音响啦。等一下，我要呈现原汁原味。阮会伫恁的面头前搬道具，阮无用木砍的，互你看到全部的演出吼，拢是真的。多谢你希望来参加我的演出。伫咱演出的中间，我有一个小小报告，标有一个天使报佳音，天使会甲蜡烛传互恁，迄个蜡烛是迄个开关的。咱摕的时阵，马上把手举起来，跟天使一起。了，你甲蜡烛放在伊的头前，第3集啦吼，会好我们处理。多谢各位，最后，请咱甲咱因为辛苦排演的演员，一个鼓励，多谢各位。
Sorry about that. Gross. Oh,一年，咱拢会庆祝着真侪节日。圣诞节是天后上久的节日。伫圣诞节，阿嬷的囡仔拢会对世界各所在回来到台湾过节。若是阿嬷期待圣诞节，连伊的子孙嘛拢真期待。因感觉圣诞节是上歹听候的节日，少少听候一年才会到的节日。
我迄个后生毋知会转来，迄个囡仔是我上烦恼。一起分享生
今仔日阿嬷的子孙拢转来啊，阿嬷真欢喜，规工笑眯眯。因甲阿嬷分享今年发生趣味的代志。到暗时，因叫阿嬷做伙唱歌。耶稣降生伫马槽内，伊是人类的救主。遮尔伟大的君，毋是爱做是伫空中来吗？感谢主，我的孙仔已经大汉，搁较巧啊。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。耶稣降生伫卑微的马槽内，是上帝予咱上特别的祝福。讲讲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接近耶稣，明白耶稣。阿嬷，那呢？你家外左右的人是安怎知影耶稣降生的？就互我豆豆甲恁讲。来说个故事给你听，是圣诞节的奥秘。2000年前一个夜里，天使在报佳音，有个 baby 在马槽里，他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名是真平安到永远，这就是圣诞节祝福。幸福的大花裙，发出赞美声音，倾听大炮的消息，关心耶稣基督即将生，有人在他前举起，救主人活在马槽里，基督即将生，基督即将生。
政府户口调查，继续传玛利亚被转去故乡原址户口。当传到8日好消息，玛利亚又来生产，却找袂到客人。在小生命火里等，你是何等宁静，更深夜里沉睡群星悄然运行，待在黑暗街道里彰显永恒之光，让世纪看尽心等待，接受轨迹自发。寒夜一生众生和面，也是千金守夜。天上传心中宣告，圣诞圣上加冕，地上荣耀归于真神，一生平安归人。真神赐情有爱，我离恨真是生命我们求你加深，且一生代也是欢唱歌颂祈敬拜，求主永远与我同在，我主以马内利，求主永远与我同在。平安，主甲你伫地，你得到上帝的恩典，你要生一个囝，就甲伊号名叫耶稣。耶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主耶稣是世上的光，带来无限希望。小婴孩主耶稣，他睡在马槽里面，荣耀归于神。
位天主神与我们永同在，他舍身舍命来为了拯救世上罪人，他要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哦，以马内利，耶稣是我救主，耶稣是我救主，耶稣是我救主，主耶稣降生。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的救主主耶稣今天经历降生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小婴孩拥有抱着，躺在马槽里。天使说那是要给你们的记号，这个好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喜乐，荣耀归于至高之属永远的君王，荣耀归于神。耶稣是我救主，耶稣是我救主，耶稣是我救主，主耶稣降生。耶稣是我救主，耶稣是我救主，耶稣是我救主，救主今降生，救主今降生，救主今降生。在玻璃河，在玻璃河，在玻璃河。这位奇妙婴孩是谁？玛利亚怀中安睡，夜半天使歌声甜美，怀里他站立人间。看看基督国王，无人赞美，天使颂扬，来去洗敬拜，至圣灵来新生王。这位奇妙婴孩是谁？玛利亚怀中安睡，看似贫贱，看似卑微，万有主当受敬畏。看看基督国王，无人赞美，天使颂扬，来去洗敬拜，至圣灵来新生王。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。
伫极悬的位，永光归乎上帝，地就和平，伫伊所欢喜的人中间。在黑暗绝望中。
每一年的圣诞节，咱拢爱邀请主耶稣搁一遍降生伫咱的心中，成做咱的救主，因为伊是咱人生上大的帮赞。今年迄个离家几啊年的后生，也是无回来，恳求主因带带领伊，赏赐伊平安。阿公去去的，迄是启明册，带领各样的，甲朴素找着耶稣。阿嬷，你会想阿公吗？当然啊，不过阿公即马伫上帝遐，有一天咱会搁相见面。阿公留互阮遮侪美好的记忆。阿公着亲像阮的启明册。讲毋对，咱爱献上感谢，感谢上帝，互咱一个遮尔好的阿公。阿嬷，你嘛是阮的启明册。阿嬷，过几天就是年啊，我嘛要转去读册啊。真紧，一年要过去啊！伫即一年内，咱有艰苦，嘛有快乐，有分离，嘛有听候相见的时阵。每一年拢是新的开始，新的祝福。阿嬷，但是今年阿婆还是无转来，希望明年会再看到伊。让我
圣诞节。感谢主，阿哥回来啦！阿哥，你是阮上好的礼物。今年上帝予咱上好的礼物，就是安可转来啊！感谢上帝，我三个查某囝对美国回来陪我过圣诞节，我的后生嘛回来啊。圣诞节总是带予咱平安、喜乐、甲愿望。愿上帝也将平安、喜乐、甲愿望祝福予恁每一个人。
阮做基督徒，伫阮的人生的中间，阮最大的享受，就是伫人生的中间，阮明白一项代志，耶稣真疼阮。今仔日阮做伙所唱每一句话，拢是对阮心中所唱出来。你所听到每一个声音，拢是真正这个人应该去唱。我毋是职业的歌手，我嘛无真好音乐的素养，但是阮的耶稣甲阮讲，阮得到伊的听，阮应该爱分享互阮的亲人甲朋友。所有亲人朋友，今仔日，阮互阮的囡仔搭拖甲白亲一样啊，因为阮爱阮的囡仔，因为故事内底来大汉。因为2000年前的故事要变做阮的囡仔的故事，我嘛对心中祝福在座每一个好朋友，因为你是你的朋友所带来的贵宾，我嘛毋忘上帝将2000年前的祝福，伫今仔用啊，互你互我，互咱大家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最后，我是毋是当代表教会来甲咱做一个短短祝福？因为阮的天顶的上帝甲阮讲，神爱世人。阮深深知影圣经一本遮大本，但是圣经上重要只有一句话，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界上的人。圣诞节是一个得到祝福蒙恩的日子。愿咱一个领受阮的，甲阮做伙一点点的圣诞节气氛，做伙一个餐点。但是伫要领受，咱要做伙食个喜点的进前，我要对心中来甲各位朋友，愿上帝祝福你。是毋是我当邀请你，咱做伙来祈祷？天顶的上帝，你真疼这间教会。你嘛听阮的亲人，听阮的士大人，嘛听阮的囡仔。祝愿这个听互每一个需要的人，特别伫这个寒冷的冬天，互台湾无搁再有孤单，互人无搁再有伫病痛中间会绝望。祝福阮所邀请的朋友，因为伊是阮生命甲阮生活中间上重要的朋友。祝阮袂当为因做生命，但是今仔日，阮要邀请因甲阮做欢喜。阮要恭敬对天顶的上帝祈祷，祝福阮的朋友身躯健康，因的工作顺遂，因的心内有平安甲喜乐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愿将因交伫你的手，愿你祝福因，亲像你祝福阮。阮来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。圣诞快乐！